饒恕呢個字，佢入面係有一啲嘅含義，其中一個含義係關於你要放手，亦都係代表係被釋放。嗰個僕人嘅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唔係銀碼，唔係呢個人嘅態度，亦都唔係啲乜嘢。好簡單，呢個主人去選擇，佢自己選擇動了佢嘅慈心，一個憐憫嘅心。如果你仍然企喺一個位，要對方為你做翻啲乜，或者對方已經改變咗啲乜嘢，去到最尾可能你都係冇力量去選擇原諒一啲曾經傷害過你嘅人，係真係會，佢明知自己咁樣做會落地獄，佢寧願同人一齊落地獄。佢話我哋地獄見。原來唔原諒，最後嘅對白就係咁。耶穌拎出佢嘅慈心，拎出佢嘅憐憫，去同呢一個嘅犯人講：我哋天堂見，我哋一齊喺天堂見。原來原諒嘅力量係咁大。原來當我哋選擇去原諒嘅時候，個結局係咁唔